各位乡亲，天要光啊！第一道曙光照入大地，牧天徛伫将蒙城外，目睭一直看着远远迄道光，伊知影今仔日要无共款啊！牧天活心，最后看一摆，这间厝。这条街，这的亲友，拢是熟悉的所在，心内真毋甘。伊一直问家己：若离开，我敢会后悔？若留落来，我敢会失去永远的愿望？各位乡亲，人生真正的大决定，拢是安尼。牧天深深舒一口气，举起一支脚，向前踏出第一步。这一步看起来真短，却要改变伊的一生。奇怪的是，脚趾片顶的重担悠然直立，不过牧天无停落来，因为伊相信。真正的出路就伫前面，一步一步搁一步，前面的路也未完全看清楚，不过心内已经有愿望。各位乡亲，真正改变人生的，不是知影足多道理，是愿意踏出第一步。牧天后面阁会拄到啥物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？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